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7月13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市3点半透早，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赛车驶对向弄死28岁的警察，警方在咧调查，敢是食毒赛车。总统赖清德在时是到基隆威海营区，国防部今仔日发布中国火箭军部队伫咧蒙古试射火箭的动态。尼比利伊个外港落大水，河涨2台公车河土石流抢走，3个民众跳车，有至少65个人失踪。新北市3点半透早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赛车驶对向，弄到等咧等车红灯的警车，搁有边仔的一台客停车，有一个28岁警察死亡，4个人受伤。这个查甫人讲是因为家己过路赛车才造成这个车祸。不过警方讲，目前在咧调查，敢有可能是食毒赛车。在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银色的变速失去控制，冲到对向，正面弄到正伫停等车红顶的一台警用巡逻车，甲后壁多元客停车。因为车速真紧，加上弄的力量真大，连路边的10外台机车也弄到，总共造成4人轻重伤，一个警察送医了后不治死亡。知道自己毁了一个家庭吗？对着提问，头壳里拢无讲话，就是造成事故姓黄的查甫人。警方讲，这查甫人讲家己是精神无好，疲劳开车。验过警方调看监视器了后，发现伊沿路开真紧。初步了解，这查甫人有真侪前科。顶个月才夜西瓜赌港谈判，互警方查扣这毒害毒品。假造车牌这物件，依照社会法上班。另外，是不是有食毒开车，有关等待进一步调查。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我们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依规定举发以外，我们也会以公共危险还有过失致死的罪嫌，来将肇事的驾驶移送法办。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他毒驾，但是我们会穷尽一切的方法来厘清他到底的肇事的原因是什么。警察车红大力弄一个飞到顶仔骹，车头拢拍了了。警察伫群时拄到这个在下，一条少年性命就安尼无去。坐伫个这司机边仔的28岁姓黄的警察伤势相当，抢救了后，伊原不治身亡。伫线索讲要救起来进前，阿嬷伫边仔摸乖孙的头，叫伊别烦恼，好好行。根据了解，姓黄的警察厝内底真侪人做警察，才拄结婚4年，并且做爸爸，均不幸殉职。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已经透明挂起来。早起新北市长侯友宜临时先增加行程，来到病院关心伤者。一死致伤的重大车祸，我们全力的在追究他肇事的原因以及肇事的责任，还给我们警察同仁一个公平跟正义，我们绝对不宽待。侯友宜也表示，后续的送终抚慰也有民众事宜，警察局拢会全力来协助，互家属伤痛减到上低，会全力来抚慰。下晡殉职姓的警察遗体送到板桥殡仪馆进前，车队先驶转来派出所。当人伤心伫外口列队来敬礼。原本日头也真大，所来就落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互枪杀的案件，检警12暗时利用管理车内底发现的喙罨，比对采样掠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经过再时的侦讯，警方讲，这个姓张的查甫人确实有坐过迄台车，不过要来确认之间的关联性。另外，也已经锁定另外一个通缉犯。维安特勤队早前准备6万公斤，台南市刑大大队长亲自带队动员30多名警力，在尾仔嘛，伫高雄仁武区某一间民家厝，掠一名姓张的查甫人，随即将伊压制伫涂骹。你们听到哦？亲像涉案的姓张查甫人，捌做殡葬业、无精装和工程业，家属对伊涉案感觉意外。吓一跳，因为突然的带走，我是看新闻才知道的。警方根据嫌犯等伫高雄的管理车内，捞落来喙罨采样比对，对查出姓张的查甫人，去伊住的所在掠人。经过规早起的侦讯，伊否认犯案，也毋过警方掌握伊甲诈骗车辆有关联性。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证据要去做一个确认，好，那就是说，至少以目前我们调查的结果，那他是确实有在跟这台车是有关联性的。到底姓张的查某人敢是枪手？警方无愿意透露。涉及本案的角色，也爱确认。专案上新进度是锁定另外一名通缉犯。今天下午比较能够有所的一个进展，就是我们目前也有锁定一名通缉犯。
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蔡培透早奉庆祝身亡，凶嫌逃走了后，烧车适合断点，干扰警方的追查。代志发生已经活一礼拜，警方破案压力日渐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上新的消息，伫咧新竹六福村有民众体验5层楼高的储水道，技术无细时跋倒着伤，弄着头壳流血，阁有其他的民众翕落来，打到社群网站 Threads。针对这个意外，六福村讲目前正咧调查事故原因甲过程，第一时间就陪这个查甫人到病院，目前状况稳定，人清醒。尾手园方会继续关心。若根据了解，这个储水道是位15公尺悬的所在，树林牌仔杵落来，搁再长期伫顶悬，也因为安尼，每一个树林牌仔敢若通坐2个人，也要103公分以上才通算。嘉义市一个姓罗28岁的警察涉嫌为2021年开始，参朋友斗阵开交警，搁涉漏警方查交警的专案勤务，互警方调查发现。检方侦查了后，先押核准，嘉义市警察局也按照规定甲伊停职。2名嫌犯陆续被押上车，今日头前的伊的身份是一名员警，嘉义市竹园派出所的罗姓警员，涉骗向朋友开交警趁钱，甚至利用员警的身份泄露秘密。罗姓员警并曾泄露职务上所需的警方扫荡、赌博专案时间等应保守之秘密使得柳姓共犯得以归并警方的查缉。根据调查，28岁罗姓警员对3年前开始，和朋友开实体德州扑克交警，而且谈不法的暴力。嘉义警方接到通报了后，主动查办，抓到罗姓员警和伊的朋友2个人，按照跋筊和涉密罪嫌移送。罗姓员警被检方先押核准。警员罗某某则涉犯刑法公务人员泄密、包庇赌博、重利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等情形，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嘉义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将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相关规定予以罗远停止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不周的责任。嘉义市警方马上甲伊停职，不过包括新竹市警方21个人涉嫌帮忙处理交通违规的弊单。另外，台中市交通警察为着出勤的记录被法办，紧急接触出问题，考验警政署整顿的决心。记者李选柯进俊综合报道。尼比里过落港落大水雨，12运2台公车互土石流抢走，有3个民众跳车，至少65个人失踪。伫咧奈及利亚有一间学校倒去，有至少120个老师甲学生掉伫咧内底。警消即阵已经找到22个遗体。救援人员伫河边继续找找，互土石流冲入河内的公车乘客。连日大雨造成尼泊尔山区土石松动，在伫位置首都加德满都西方120公里所在的公路上，突然冲来土石流，将2台公车冲入河内，2车至少有65名乘客坠河，目前有缘下落不明。伫公车坠河进前，3名乘客紧急跳车，一路修到岸边，互救起来。想起土石流来袭迄当时，有缘是心惊。警方表示，2台巴士乘客人数有95个人，也毋过研判实际人数可能更较侪。当地消防单位派出大批警员投入救援，因为山区继续落雨，河面水势真急，加上土石流破坏连环道路，大批车辆塌着，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尼泊尔为6月开始进行雨季，到达各地已经传出几啊件因为上大雨引起土石流加水患的死伤灾害。伫非洲奈及利亚中北部高原省的圣道学院，昨日传出一栋2层楼的校舍突然倒去，因为当咧上课的时间，达到120名的师生掉伫庄仔厝下来。伫奥托基甲大型机区到进前，赶来支援的警消甲民众用简单的工具开始学，已经发现几啊具的遗体。
Some have been rescued and taken to the hospital, and many more are still there. And that's why you can see the excavators and everything working. 当地行政机关指出，校舍因为挖河边加上建筑结构脆弱，可能是造成灾害原因。呼吁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学校应该暂时关起来，加强校舍检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电影名车 Alec Baldwin 2021年拍片的时，摕道具枪弹死摄影师。这个案件伫咧12新北市高州的法官认为检方无提交关键证据，是驳回检方过失杀人的指控。Alec Baldwin 知影家己免坐监，当场伫咧法庭是目屎流。The sanction of dismissal is the only warranted remedy. The jury has been sworn, jeopardy has attached, and a mistrial would not be based upon manifest necessity. 听到法官宣判过失杀人案件被驳回，免落了去关的亚历鲍德温情绪真激动，强要哭出来。陪同的家后甲亲戚朋友也真欢喜。亚历鲍德温2021年10月伫新北市高州圣塔菲伫拍电影《Rust》时，我摕到装有真正枪支的道具枪，意外枪杀摄影师夏青斯。代志发生了后，鲍德温甲负责管理片场道具的器械主管古提瑞斯拢向控告过失杀人。今年3月，古提瑞斯以无先进执照来检查道具枪的枪支，被判处过失杀人罪，必须服刑相当18个月。了，检方收到讲是甲片场的枪杀案有关系的枪支，却是无进一步检测证实，更加无甲枪支放入这个案件的证据资料内底。这点正做鲍德温律师讲方的关键。It was a disaster for the special prosecutors.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is entire investigation. You had a judge who was obviously ticked off at all the missteps in the prosecution, and she finally said the only response, the only logical answer is to dismiss this. 新新闻法官指出，可能甲哈钦斯死亡有关系的枪支，原本可能对着鲍德温的案件审理是有帮助。不过检方甲警方却是无适时向鲍德温的律师来提供这项证据。检察官是反驳，这段有甲案件是无关系，可能稳重这证据。对着案件被驳回，表达失望。I believ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idence was misconstrued by the defense attorneys, but I have to respect the court's decision. 鲍德温的案件伫7月开审，第3天传出一个逆转的结果，经法官判定专案驳回，并且不得再提出要拍官司，只也表示讲鲍德温闪掉这个落脚之灾。国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总统赖清德在时是到基隆威海营区，由台北起哩即台合作航南失守的血港军舰。联合国防部在时也头摆发布中国火箭军部队伫咧蒙古试射几落摆火箭。咱的国防部、航空部也加强警戒准备。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顾立勇、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海军司令董华陪同的13师到过人威海营区头一摆登上军舰，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共航艦山东号入来到西太平洋，配合中军机舰进行联合训练，互印太地区局势紧张情况。赖总统日即时登上有航艦失守之称的血港军舰，外界解读，赖总统向民众展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血港军舰是国南国厝的骄傲，就已经成军来服役，有稳重行政功能，加区域防空火力。连续海军131舰队机动性强，延缓这中共军舰。海军131舰队负责东北海域、海峡，还有南部的侦巡工作，以及外离岛的运补护航任务，可以说是国军不对称战力的重要之处。赖总统强调，归人军港升级按既定来进行，会用达成国防归人港甲归人三亚目标，也勉励官兵保家卫国。不过，中共也是一直侵略台湾。国防部发布，查到30架次的中共军机加7架次中共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0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甲东南空域，最近离越南偏大约46海里。另外，中共13透早伫蒙古进行试射。国军头一摆对这个火箭军的演习发布动态，航空部队也加强戒备，引发关心加注意。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火箭军部队在蒙古地区进行多波次试射行动。
高军强化空中出战，向美国采买66架 F-16V， 确实面临交回团员今年第4季只交机2架的原型机。国防部讲，因为飞机甲选用装备中间的软体整合甲开发有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产线运作也正常，有希望伫最终年度进前，也就是2026年来完成交机。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发起的太平洋高阵大会庆活动，因为疫情有3趟无办，今年总算伫咧台南搁再留一举办，当中有7阵来参加，大家团轮流演奏嘛，互相交流。也拿主办单位讲，现在因为时代演变，加上少子化，传承是有影真困难。希望这个传统文化通世代传承。这首歌上天咧描述子孙仔祝寿的情景，由主办单位公清了清水市天主门心开场拍头阵，因为已经让3档的太平歌阵大会庆搁再复办，活动起头对105年满岛巷口集英社发起。后续各表友轮流接续举办，台南、高雄拢总有7阵来演出，其中嘛有准领都福镇的头摆来参加。这阵少子化加上时代演变，传承有影艺道，有庙方摒死守护在地根，嘛有学会靠囡仔来学习。较困难所在就是因为这个拢练较古曲的，唔比像这个西洋歌曲啊，伫结束的吼，了招生的方面吼，上大困扰就是这种找少较老的歌。让刚刚袂讲的去食歌，有没有凋零？它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传承。啊，断层要从哪里补？最根本要从小孩子做起，做免费课服的小秀才嘛，就设定后年嘛。啊，我有收了50几位小朋友。太平歌嘛号做天主门声甲天主文声，是台湾传统音乐种类一种，主要以笑曲为主，加起伴奏。演出当中，拢会唱一个歌头，莫都是故事的重点。落尾才个唱曲。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敢若剩12团尔。虽然拢共乐整，不过各团的风格唱韵各有特色。伊和南管嘛是有一寡无共款，南管是用悲白动箫为主，那太平管是用品啊乐琴为主，主要是这样的差别。我找下文化要延续落去，大家来继续办这个大会庆，有活动。这团体较有法动，一直延续落去。这个民间自主发起的活动到今第6档，今年上特别的是西港挂乡的4阵太平歌阵头摆拢照到，大家互相欣赏甲交流，要互大家看到太平歌的水，伊嘛唔茫甲祖先流传的歌永续传落去。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真侪捡字纸的人生活落较善食，因捡规工的回收物可能是赚不到100块。有立法委员希望改善这寡第一线回收人员的劳动尊严，是邀请环境部长裴启明做伙塞车四界捡回收，体验这寡人的生活困境。那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表示，会检讨现行回收费率，看安怎来保障这寡人的收入。日头晒35度的高温，搁塞车伫路里行，沿路捡回收。拜六立法委员邀请环境部长裴启明做伙实际体验捡字纸的生活，望提升这寡人的劳动尊严。有时阵也无物件通收，真靠运气。真无简单，甲家区洗过一轮，甲回收拢搬转去，经过分类的工课才通称重算计效。32公斤1.5块，委员多少钱？48，不到50块。因为阮做这吼，也较会定所在啊，爱较大上，人家会检举啊，环保就开罚单，赚无钱啊，还佫厝边人感觉很不好看的。当去关注回收者议题的民间团体讲，回收的绩效逐年拢咧变歹，或者我捡字纸的善食人真歹生活。民间团体甲立委提出诉求，希望环境部要检讨现行回收系统的资源分配敢有合理。现在基层死亡者遇到他最大的困境，当然是回收价格的问题。现在的回收价格其实是逐年在变低的，一整车的回收，一整车的纸箱，可能只能卖到40几块、50几块的价格，对于这些拾荒者的生计是造成蛮大的影响。我们回去再检讨整个体系，是不是能够再更完善一点点？尤其是刚才讲到，一个是费率，一个是这个体系那个健全性。环境部讲会检讨现行回收费率的问题，未来可能用补贴，也是调整费率等等方式，互捡字纸的人收入有保障，方法会搁再研究。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人讲一粒比100粒汗，根据统计，最近7年，咱台湾种田的面积是减1万多公顷。
做产量嘛减43万人。不过宜兰却是有一群少年农民坚持要用家己的双手种台湾米。公司在期待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做伙来看这群少年人登去到故乡定根，佮有因甲土地的故事。土地证券土地公在上吼，今仔日咱这友善小农伫遮祈求咱土地公。一年一届新春团拜，这是宜兰深沟友善小农因产林爱保养进前的聚会。伫深沟友善耕作已经8年的入境，今仔日伊摕地契来，这是伊当咧推动的一坪地主计划。因为唔甘看到农地去红炒要卖广告，所以伊就伫咧社群网络招700多人成做一坪地主，募资甲2分6个农地买起来，买来种植。阮甲买落来时阵，有要求大家甲顶头一个管理叫做农域权设定给我，意思就是讲，互我伫这个农地顶头种植20年，敢若会使种植呢，袂使做别的代志。加入真共款要种田的少年人是袂少，不过宜兰一年才收成一届，稻仔的产量恐惊是连踢喙齿芳都无够，所以万岛生活嘛安排真侪专案，互初初加入农村的新手农民会当先体验一半农民的生活，来慢慢适应。早上有可能会去参跨买安尼，去看看可能水的状况，然后稻子被裸吃的状况。回来之后就会换洗衣服啊，开始工作。用都市人的视角来看待农村的话，就会觉得很不稳定。可是如果用乡村人的视角去看这样的工作，其实乡村到处都缺工，它是相对稳定的。你好哦，我也没了。啊？哦，厉害！少年人离开城市来做田，亲家50加减是会无理解。不过当打伫水田的迄个时阵，爆田、扫草、捡福寿梨，开始甲土地产生对话。伫外口累积的烦恼嘛，豆豆放下，这是这青年农民因唔捌想到的。一开始插秧会想讲爱较紧咧，就是较紧甲伊用了，啊，毋过插着就感觉好像甲土地有迄，就是有连接啦。直到真的成为跟土地的直接关系者之后，才觉得慢慢越来越确定说，除了种菜，然后种稻子之外，也很想要把自己种回土地上。万岛生活用公司的形式，互新手农民安定落来。无人要种的地，因找人来种；无所在大的人，因提供 share house， 降低做田的条件。虽然大环境对农业发展要是无够友善。不过，因抱永续发展的信念，就亲像咧捡田里的福寿梨同款，一个一个豆豆捡，一步一步感受这块土地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稍热，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7度，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五岛地区27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